46歲嘅香港小學教師入咗迪士尼雙檢，16件嘅商品啦，總值3553蚊。離開嘅時候咧，佢冇俾錢，最後法庭咧裁決罪名唔成立。咁因為佢有抑鬱症。呢一間案咧，都令到成個香港嘅家長界咧震撼咗兩敗嘅激辯。Hello， 大家好啦，又歡迎嚟過嘅 U 有日記頻道。咁周星馳喺《喜王之王》入邊講過，我係一個演員。今日呢位嘅主角，佢覺得自己係一個演員，唔係佢嘅 script 太過逼真啦，佢連自己都信咗啦。咁而家同大家講下呢件事嘅背景先。咪住先。咁講之前啦，咁希望大家 like 同埋 share 我嘅影片啦，同埋訂閱我嘅頻道。我會追求真相，然後同大家逐一分析同埋探究社會議題。事不宜遲，馬上出發。呢一件事咧就發生喺2025年3月21號，就係香港迪士尼樂園美國小鎮大街百貨雙檢。事發嘅主角係一位46歲嘅小學女教師吳詠儀，佢咧本身就有抑鬱症，佢咧就服緊呢個叫做鎮靜劑。事發當日啦，佢喺學校聽完一個關於師生自殺嘅講座。當日咧咁啱星期六啦，佢就好驚啦。咁啱下午又可以去迪士尼散下心，散完心之後又約咗臨床心理學家睇病。佢以為迪士尼可以醫，咁唔係噶，咁唔使睇醫生啦，咁簡單咩？咁見知啦，喺商店入邊，佢就拎咗16件嘅商品入咗個環保袋。佢咧就冇俾錢，離開咗啦。咁多位聽眾啦，你哋會點樣睇呢件事咧？咁咪住先啦，佢就入咗去廁所。咁保安咧就喺廁所嘅垃圾桶咧就入邊發現咗啦撕爛咗嘅價錢牌啦。咁如是者佢覺得係咪冇俾錢啊？咁追出嚟咧就截停佢，然後就報警。16件嘅商品啦，就包括好多噶。咁一個環保袋啦，3個鎖匙扣，2個透明嘅塑膠扣，一個分裝袋，係咪而家？仲有一個腰包，一個卡片扣，一個黑色袋，2個警帽。仲有一個環保袋，1件衫，1件衛衣，一個車尾袋。講完啦。總值咧就港幣3553蚊。哇，係呢3553蚊嘅商品一齊自供一隻就改啦。太搞笑啦呢度。被告事後喺警方錄影會面入邊講過，我一字不漏個俾你嘅 can 啦。咁呢個唔係100% 還原，望請大家見諒。之前呢喺學校處理過學生企蹺事件，事後啦要睇精神科，確診咗抑鬱症，每日早晚都要食鎮靜劑，仲持續有輕生念頭。過呢一個條件，你哋係咪認為呢一位嘅教師咧係咪真係有好嚴重嘅即係抑鬱情況咧？再傾埋先啦。嗰日咧傾完啦師生自殺講座，好驚啊，所以就諗住去迪士尼散心。於是乎咧就入咗間店鋪，睇中想買嘅嘢咯。但係咧就驚塞車時求睇醫生，所以就走出嚟啦。嗰時咧就唔好意思，我或者係俾咗錢啊。或者俾咗錢，好得人驚喎呢樣嘢。喺會面告呢個條件啦，佢嗌住講啦，好想繼續做老師啊，我日日都瞓唔着覺，好驚最後一日翻工，唔知點算。咁周星馳咧喺《九品芝麻官》入邊講過，我宋世傑邊個鬼，怕邊個鬼。睇嚟呢一位嘅老師咧，佢唔係驚鬼，最驚就係煲住飯碗冇得再做老師。咁呢個真係其實係咪有抑鬱症？我就相信佢啦。呢一個皇冠4屆裁決依據同大家講啦。咁被告咧就的確有拿證財產，因為佢冇俾錢啊嘛，嗰樣嘢唔係屬於你，俾咗錢嗰樣嘢先可以攞走。但係法庭要考慮翻佢當日嘅意圖，先信佢係咪真係咧有心去即係拿證財產，攞啲唔屬於你自己物品。介意接納翻專家嘅證供，係被告當日咧的確係受過藥物副作用影響。第三，被告咧係。即係俾個保安發現咗，但係個保安斷章取義，佢係睇嗰個被告係咪真係望住個職員，所以唔可以判斷係咪有計劃食蕉一個保安。咁第四啦，16件商品係得2件咧係揾嗰個價錢牌，所以唔能夠確定呢啲係咪涉案物品。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就唔可以話定佢有罪。最終嘅裁決，告示罪唔成立。咁不過咧，涉案嘅物品因為未俾錢，所以歸還翻迪士尼，好合理噶呢個。不過咧，呢個係有樣嘢，我覺得好有問題。佢係法律係佛系啊，笑死啊！咁講翻我嘅睇法先，正如頭先所講啦，法律係佛系，咁好多人都無獨有偶噶，話睇完有個反應就係哇扮嘢啊，佛系裁決。咁但係啦，你哋咁多位即係可能睇法唔同啦。咁抑鬱症你哋又知唔知咩嚟咧？咁我開頭都覺得係抑鬱症，可能就唔開心啦。咁其實就曲解咗嘅。咁抑鬱症可能未理解，咁同大家講啦。咁抑鬱症咧就唔係等於唔開心，其實係腦部神經傳導物質失衡咗。咁鎮靜劑嘅副作用
其實就專注力下降咗啦，記憶模糊啦，有一種解離感。嗱，咁我以為自己俾咗錢，呢樣嘢就係解離症常見嘅表現。咁解離症係咩嚟咧？咁同大家講講一啲先。解離症通常咧係一啲情感啊，同埋嗰件事咧就分開咗。咁例如啦，從呢一件事可以話俾你聽咧，佢咧將個次序咧就曲解咗。佢以為自己係俾咗錢，實際上未俾錢。咁呢啲其實證明咗教師高危職業啦。咁2025年香港教師抑鬱症嘅發病率係30% 㗎。咁所以你嘅高體論下啦。咁佢話老師係 Superman。你話點解老師係咁高嘅發病率啦？咁有3點啦。咁佢要處理學生嘅情緒問題啊嘛。咁因為事發嘅阿 Miss 咧就話成日處理嗰啲學生情緒問題，佢有過入嗰啲學生嘅情況，所以佢會感受到呢個嘅自殺啊、欺凌嘅家庭問題。繼而啦，咁個學生有家長嗰種石頭爆出嚟嘅咩？又要應對翻家長嘅壓力啦，個成績啊、行為啊、特殊需要。係真係冇時間處理自己嘅情緒啦，都幾陰功啊！所以大家都見諒下。咁唔知你哋咁多位家長又點睇咧？親子王國嘅家長一直好關心點先分辨呢個教師係真係就個病情影響定係藉口？咁你哋都未做過老師係咪？梗係未必話去親自去即係過入到佢嘅觀點啦。咁其實我都未必過入到。咁不過咧有3個嘅觀察點咧，同大家去講講啦。佢咧有冇一個正式嘅診斷記錄啦？但係精神科專科醫生咧唔係全科嗰隻。繼二，佢有冇連續嘅服藥記錄，至少3個月嗰隻。第3，其實學校本身係咪知道佢係有呢個精神抑鬱症啊，或者解離症啦？咁係事前報告加提供支援機制。呢一家嘅案件，因為被告3樣都符合，所以法庭嗰個相信同接納，就裁判佢無罪。咁周星馳咧喺審死官入邊講過，哎呀，我見過好多疑檢，但係嘅疑檢係最 special 啦。咁呢一間案嘅疑檢就係啦。咁究竟係咪抑鬱症發作啊？定係佢係short living 啊？零元購？咁法庭就話啦，我寄俾疑檢利益。呢一間嘅案件涉及咩罪？就算今次揭咗罪，法庭框架嚴唔嚴格？同大家講講相關嘅罪行，你哋要識噶。第一，盜竊罪。盜竊罪條例第9條，任何不誠實嘅拿佔屬於另一個人嘅財產，係唔好意思啦，最高監90年。冇得學個 Miss 攞嘢，你又攞嘢啊，博界冇啦。繼而欺詐罪，盜竊罪條例第16A條，你欺詐手段取得財產罪。咁咩情況咧？舉個例子啦，好簡單，食霸王餐咯。你食完嘢又唔俾錢，咁嗰個算係一種欺詐手段，係唔好意思啦。呢一個梗係14年。第3，襲擊店員。如果有反抗嗰隻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9條，襲擊罪最高監禁係1年。第4，違反教育條例。呢一個大件事啦，坐完監可能冇教師做啦。咁第279章第47條，阿 Miss 如果被判一個刑事罪，教育局可以註銷 Miss 嘅教員註冊，所以真係後果不堪設想。咁點解今次裁決罪名係唔成立咧？咁同大家講講，equal 係刑事罪嘅核心。冇 intent 係冇罪，所以香港一啲嘅即係法律係保障到一啲冇心犯法嘅人士，但唔係鼓勵大家去以身犯險，呢個真係 sorry 啦。你哋有冇點樣睇呢一個嘅教師咧？先講講我一啲嘅睇法先。呢一間案最值得反思，就唔係話句錯，係有3個社會結構性問題，值得大家去反思。咁第一，教師心理健康支援不足。咁呢一位嘅老師係處理學生嘅記憶消化發病，換言之，呢一位老師係處理學生嘅情緒壓力，佢自己都係有埋一份嘅。咁但係學校有冇即時去 debrief 去匯報啊？第二，學校即係講啦，家長嘅信任危機，100個家長一定有100個答案，有人就會講啦，絕對唔可以做教師啦，呢個老師誤人子弟個傻逼，教學生溝嘢，有人就話啦，應該俾第2次機會，你哋會點樣揀啦？第3，法律就 face 告急，法律放生就唔緊於社會接納，教育局就會點樣去處置？周星馳咧就喺整蠱專家入邊講過，整蠱專家，呢個世界咧最殘忍嘅整蠱就係你想做咗份工，呢個世界咧就係話住錯，呢個世界嘅句錯其實係有一個主觀，我自己咁睇。呢一件事最值得諷刺嘅地方，即係唔係話老師溝嘢，咁溝嘢嘅嘢其實係佢有冇心嘅啫。但係佢嗌住話佢想繼續教書，但係咧家長咧，我相信有啲人都去話喺討論區係判咗佢死刑噶啦，係唔知你嘅係咪都係咁樣睇咧？
如果你嘅身邊有呢啲咁嘅人，如果係受個情緒困擾，嗱呢個咧有5個熱線，你可以去幫身邊嘅人，就係希望佢哋咧就唔好誤過呢個社會法網，又或者係及時咧得到一啲嘅精神上嘅支援。你哋又會點樣睇呢一件事咧？歡迎個留言區話俾我知啊！1、2、3、4，揀4嘅老師朋友留言最想家長明白嘅嘢，我哋會下一集做專題。周星馳喺食神入邊嗰個只要用心，人人都係食神。嗱，應翻家長先啦，送俾香港所有老師，只要用心，你就係孩子心目中嘅教書先生。唔係食神啊！留言區留言一下啦，你哋我繼續俾個小朋友翻唔翻佢個班啊？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多謝大家支持。下一集香港5屆教師壓力崩潰事件，下一集嚴重過出事，撳鐘仔訂閱我哋頻道，下一集再見，拜拜。